到身体怎么行嘛？真艰难呐。我没事啊。大家同在社会上混那么久，瞧别人混的，哼，比瞧我混的，想起来真是，想做真实的自己真的很难呐。今天效果还不错，你们分头再准备一下，好吧？先这样。这孩子还年轻。张经理、林先生，我们公司为您2位准备了午饭。还吃吗？我们老总说还有一些事情要和您2位商量一下。哦，那既然准备了，咱们就吃吧。那行。您2位这边请。好。哎呀，盛情难却。哎，逸轩啊，别写了，来来来，这张总怎么就不来了呢？再等等。